匯豐窩輪牛熊證每日焦點，由匯豐認股證及牛熊證提供。各位早晨，我匯豐嘅許佩琪。今日上證綜指大幅下跌，最後收報2333點，跌係超過3.2%㗎。同佢掛鈎嘅安石 A502823啦，琴日嘅股價亦都係終止咗2年升嘅走勢。琴日股價係要回落，最後收報10個7毫2，跌1.8%㗎。投資者要留意翻啦，琴日人民銀行咧就宣布喺第3年內第一次宣布咧係下調存款準備金率㗎。投資者如果睇好內地股市嘅話，可以留意翻 A 中嘅認購證作部署。號碼14509嘅 A 中認購證，行使價12個6毫8，提供約10倍槓桿，係屬於比較高嘅，明年3月到期。另外，國壽2628，琴日嘅股價亦都係繼續下挫啦，回吐翻前2日嘅升幅㗎。琴日咧係股價一度低見19個1，之後見到喺低位度徘徊，收報19個2毫6，跌3.5%。過去一個交易日咧，見到有450萬到嘅港元流入去中壽嘅認購證作反彈部署㗎。投資者如果今日睇好國壽嘅話，可以留意翻14471，行使價22個2毫3。呢隻適合中長線睇好嘅投資者，明年8月到期，亦都提供超過4倍嘅實際槓桿㗎。匯豐窩輪牛熊證每日焦點，由匯豐認股證及牛熊證提供。匯豐領導地位，論證可靠之選。